乡亲后早，欢迎收看今仔日9月25公视台语台早起新闻，我是丹妮。咱先来关心上新的消息。台南市北区北中街一个外籍移工聚会所在，昨昏暗时7点外，若像是使用假书的时阵无注意，发生起爆的意外，造成现场8个去参加聚会外籍移工受伤。加在因是拢平安，无生命的危险。若详细事故发生的原因，也要调查。对监视器画面看到边境的社区，画面正边顶头的面体突然间发生起爆，玻璃破去，压到龟头卡，真侪人造菜。我听到嘣一声，然后他那个窗户整个蹦，然后人就有些人脸被烧黑了，然后地上就躺了几个人啊，他就是受伤。24暗时7点半，这场起爆的意外发生到正突然，所在是外籍移工聚会所在。消防人员接到报案赶到现场，已经无明显的火甲烟，但是也阁闻到正高的瓦斯味。我们有闻到大量的瓦斯味道了哈。那看起来，据现场的印尼的人士表示啊哈，他们是说他们在煮东西，把瓦斯桶不慎引爆了。那现在瓦斯因为那个接头已经坏掉了，所以说没有办法关闭，所以只能让它这个自然的溢出，那要加上喷水，用水雾来降低浓度。受伤的8位移工分别是2级到3级的小烫伤，好佳在拢知影人无性命危险。因为瓦斯桶的接头歹去，瓦斯一直流出，消防人员水一直喷，降低瓦斯的浓度，避免搁发生意外。我们结束要回家，准备要回家。后来我们要那个闻到没有，我们闻到那个瓦斯漏了，所以我们要关紧，那个已经很近了，没有办法，很近。所以你们有去关瓦斯？伫起爆了，出来是乱七八糟，除了天崩落来，灶脚也烧甲规个乌臭搭。根据现场的移工讲，迄当阵无伫咧煮物件，所以爆炸的原因也搁会调查。记者综合报道。咱继续来关心，伫屏东的明阳工厂发生爆炸，造成10个人死亡、成百个人受伤的这个事件。其中，顺一个4个消防员经过 DNA 比对，已经确认3个人的身份。因而另外，昨昏嘛已经有找到最后3个员工的遗体啊。平阳国际大会引起爆炸，大会拍花了后进行暂会处理，当时赶紧敲找失联的3个员工。24下晡3点外，最后一个失联的男性员工，经过家属指认了后确认。今天下午这一具，因为有家属指认，而且他身上有带着他平时就会佩戴的佛珠，所以这个比较明确。那另外的2具因为不完整，而且碳化严重，所以这个要 DNA 检验。按过陆续找到的3个员工，经过法医判定，发现部分骨骸不是人类骨头，搜救行动继续进行。这个部分我们会再请法医再做确认。好，所以今天的部分目前能确认属于员工的大概只有1位。屏东地检署主任检察官也去爆炸现场初步勘验，单桥催加火调结束进行清办。各卫生环保协会协助家属对厂商财产申请扣押。另外4个顺职消防人员经过刑事局监视比对 DNA 检体，确认3人的身份。疑似的4位里面，另外1位是碳化的太严重了，已经完全采不到任何 DNA 的组织。同款属于第1分队的消防员伤亡严重，也和受伤大院的小队长正自责。不管是小队长、大队长，都不希望他的弟兄受伤。既然我的儿子受伤了，我不会愿意。另外，消防队到位了后，厂商是不是无提供完整资料？官府表示，物质安全表化学物质参照会加做制作过程中重要的，但后者是不是因为原本产生爆炸，是未来调查的重点。记者综合报道。有关明阳工厂爆炸的事件，某公司明安国际昨昏召开记者会，讲因有15亿保险的理赔，嘛会成立信托口座，会负责到底。不过，煞是无讲金额到底是偌济。也那外界指记讲，明阳无甲消防员讲现场有大量的过氧化剂，才会害这个伤亡遮尔激烈。也那明阳的总经理回应讲，因是有甲消防员讲现场有环基烷。
抢牛蛙摒扫，明安国际的员工为高雄到屏东，到子公司明阳国际摒扫四周的环境。明阳是我们明阳集团的其中一个独立的公司，是大家自己兄弟嘛，所以发生事情总是要过来那边尽量协助他们去做处理。明阳国际工厂日发生火灾，造成上百人死伤。代志发生的时阵，员工手台工作拢无停，有伤者家属都指控公司无紧急疏散。第一次爆炸的时候，他们还在工作，可能没有一下就疏散他们。如果疏散过去，就不会有这个。公司常常不是说做演习吗？他们都说假的啊，这次也是说假的啊，那时候应该是没有疏散。虽然警部有向电导户为咗员工想讲是伫做演练，绵阳是毋是有公布通知，是毋是有协助疏散，相关的流程到底是毋是有落实？警报器有侦测到，它自动响。然后，当然，警报器都是一个它是一个非常标准的流程。像我听到，我也有跑出去我们还是对这样的一个过程，这个我们会在检讨改进。高站排规排，镜头前行礼会室的明阳国际董事长捌讲甲后甜，针对爆炸原因，敢若说明是原物料仓库不明原因出现烟雾。外界质疑明明厂房有放化学原料，相关的资料公布无完全，无通知有过氧化剂，唔再夺走消防员的性命。其实环己烷它本身是一个过氧化剂，其实这两个是同一个东西。面对大笔赔偿，就惊明阳脱产，检方请环保协会协助家属申请假扣押。公司是表示，除了15亿保险理赔，也成立信托。不过销户内底金额有偌济，交代无清楚。敢若讲25甲银行讨论了后，会阁公布。不过这件代志发生了后，劳动部开始启动劳检，颠倒互人质疑是替经济部伫收尾。在我们的科技产业园区里面的劳检，是我们经济部的加工出口区来做劳检，那并没有说在背黑锅。明阳劳检向执行，经济部长王美花证实，组织机关伫经济部讲目前救人救灾较重要，因为这件代志真大条，以后跨单位检讨了后，会阁做相关的处罚。记者综合报道。咱来关心天气，今仔日大部分拢是侪云到好天。敢若大台北的山区、东半部，也阁有恒春半岛甲马祖会落短暂阵雨。过到中南部甲山区有局部的西北雨。咱做伙来看云图。今仔日大部分拢是侪云到好天的天气。透早小可较凉冷，温度差不多是21度至23度。日下高温烧热，预估会到31度至35度。气象署针对台北、新北、桃园、新竹县、苗栗、高雄，还有台东发布高温的警示，温度上悬可能会升到36度以上。另外，宜兰花莲部分所在会落雨，其他地区过昼嘛会有雷公雨。为明仔开始水汽的增加，可能会影响到中秋至3天的连假。因若食方便的东半部甲北部，较会有局部的短暂雨；东南部过昼会有西北雨。中秋若想要看到月亮，可能就要看情形啊。另外，礼拜会有一波东北季风增强，北北基桃甲宜兰温度差不多会降2度至3度。昨昏举办的收水过日月潭的这个活动，是写万外人做伙来参加。前总统马英九嘛有去挑战第10摆，不过现场有一个25岁查甫人，伊当才收无100公尺，就敢若是身体无爽快，送病院抢救也是不幸过往。民众早收水物件倒水，第41届日月潭万人引导活动自实早起7点开始，今年起24000人报名，最多总长3000公尺，真侪人爱挑战体力甲意志力。第一次还蛮紧张的，但其实感觉有这个，其实就是大家就是休闲来玩玩看这些。第一次像这种泳渡的参加活动，人又那么多。对。那总统水温如何？还可以，还可以。 73岁前总统马英九第10摆来参加，另外还有33个国家的317个外国人，加195位申请奖的人士来参加。不过，一个为同期来25岁姓袁的查甫人落水无偌久，好亲像身体无舒适救救护人员将救起的副牌啊，不过已经无喘气心跳，紧急送去玻璃基督教病院，也是救无倒来。
那他在下水的之后100公尺，9点27分的时候，他就脱掉他的泳帽，挥手求救。那我们当场消防救护人员立刻把他救上划上，就回到招募码头。急救的过程整个都没有反应，所以我们就急救了大概快半个小时，我们就宣布死亡。南投县政府表示，自是这一天日月潭天气真好，水温17度，适合游水，足救218人，救助现场医疗救护站，主要是室温、救紧、头型、侧伤、胸坎擦擦为主。建议落水进前应该充分暖身。对涉案15人以外感觉危险的专业协助家属。记者综合报道。各位乡亲，咱做伙来看今仔日早报的重点。咱先来看联合报。内商工会表示，内价评议委员会昨日开会决议，一礼拜鸡卵产地价销原底1斤43块半，会起价45块半；大麦价销是为1斤53块起价55块。这是这个月内第2届起价，产地价销甲大麦价拢登起到今年新的观点。所来咱来看《中国时报》，中秋节就要到啊，一礼拜航卖的人可能袂少。根据特产行情的资料显示，大麦市场23猪肉平均1公斤是91.41块，起7.2%。鸡肉甲海产等等的价销嘛无俗。过来，咱来看《自由时报》，警方最近侦办一件诈骗集团的案件，发现其中一个成员甲台北市警察局一个29岁查某警察胡义轩有密切的联络，想袂到因两个人是男女朋友的关系。一个查某警察还佫涉嫌利用警用系统替男朋友查未少的个资。警方去这个查某警察因家搜查，之后以涉嫌犯泄密、伪造文书等等的罪嫌，移送新北地检署侦办。甲卡村长伫个高铁顶悬，家己翕家己，伊是南港分局县区的员警，作风真大胆。较早一直上媒体版面，即个佫涉嫌甲不法集团交结，佫引起警纪争议。邱姓员警在中差分局表现是交访非常复杂，涉嫌泄密、伪造文书等罪，经新北地院核定羁押禁见。本局将依警察人事条例予以免职。县区员警调派南港前，捌伫中山分局任职的时阵，都有真侪届违纪行为。毋但伫上班时间偷开警车载朋友，佮加报加班费。警方佮查出伊甲犯罪集团交往密切，涉嫌乱用警政系统查个资，好亲像设立互不法集团做诈骗等等。法院二是依照涉犯泄露秘密等罪，甲伊裁定羁押禁见。我们除了宣导之外，我们还会持续的清查，在侦办任何案件的时候，都会去调查同仁有没有涉及不法。如果有涉及不法，我们绝对会严办。面对警纪风波，讲会严格查办，不过台北市辖区内一直出现警察的危机。所长真的有跟蓝道联络吗？将联下路派出所长甲诈骗集团共谋，涉嫌查个资，提供台办干部罪案主嫌，互人起诉。中正一分局4案的行径，嘛是违法查个资，好亲像互朋友做非法的代志，互检调来约谈。警界危机的争议真侪。做人民的保姆本来是爱打击犯罪，颠倒伫个协助犯罪，这原来互经济败坏，使人质疑国际级别。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消息，咱来看，伫个科索沃北部，日时传出有30个武装分子走入去一间修道院，用枪甲当地巡逻警察弹死，造成7个警察死亡。然后警方随甲修道院包围起来，除了甲3个歹徒枪杀以外，还佫掠着几个伊的共党的。科索沃总理库提是大力批评这种恐怖主义的行为，嘛甲这个责任撒予塞尔维亚政府。不过，塞尔维亚的总统颠倒时间未讲，伊才是混乱的制造者。到警局外口搜验现场，点蜡烛向被杀身亡的警官表达哀悼。科索沃总理库提伫科索沃北部一间修道院，有差不多30位武装分子闯入去，埋伏射击当地巡逻的警察，造成1位警官死亡了，告当地警局致哀。Por ajo që dihet tashmë është se kemi edhe pjesëtar të atij formacioni profesionist ushtaraka policor të huaj që kreu sulmin terrorist dhe vrau mizorisht afrimin.
科索沃警方尾啊包围修道院，开始攻击，拍死3个人，也佫掠到几多位歹徒。这件事件总共4个人死亡。具体将责任灌罪给塞尔维亚政府，指控塞国为犯罪者提供政治、财务甲后勤资源，用来攻击科索沃。塞尔维亚总统还指控库提才是混乱制造者，讲永远未承认科索沃的独立。Ni na koji način ne želim da opravdam ubistvo albanskog policajca, niti je to moguće pravdati. To jeste za osudu i to je nešto što nikome nije bilo potrebno. Ponajmanje srpskom narodu u trenutku kada su svi shvatili da je Kurti taj koji je glavni organizator haosa na Kosovu i Metohiji. 科索沃是伫2008年宣布自塞尔维亚独立，不过塞国甲中国、俄罗斯拢拒绝承认伊独立。今年5月，科索沃政府伫个4个塞族为主的市镇任命阿尔巴尼亚族人担任市长，引起严重的骚乱，也让科索沃北部的情势正紧张。公司新闻张伟林报道。在美国甲墨西哥的边境，最近佫出现大量的非法移民，希望会当得到美国的庇护。在8月份，就有超过23万的移民，边境的城市是拢进入紧急状态。即马移民政策的这个议题，后要拼连任的拜登总统是佫受到真济批评。以委内瑞拉人较侪的规定移民的人，最近这几礼拜拢上北，因远路途冒险渡过格兰德湖，下过来检检的铁线网进入美国，向边防部队甲警力自首，伫大日头骹耐心等待，要争取庇护机会。Muchas felicidad, mucha emoción porque recorrió muchísimo países y ya sentimos que se acabó esta pesadilla. Queremos quedarnos aquí, no queremos regresar. Ha sido muy duro el viaje. El niño viene deshidratado. 美方统计，今年8月南部边境移民增加真济，有23万人；9月前17天已经拿34万人。因当中少数透过海关甲边境保护局的应用程式提出庇护申请，其中大部分是非法入境。边境城市出现有一天1-2000人入境情形，强要无法度处理。德州伊格帕斯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德州阿尔帕索市民主党籍市长李瑟开巴士专车，甲移民送去纽约、芝加哥这自由派城市。较早加拿大共和党执政的州做过这种代志。分裂的移民议题搁再议论，拜登总统伫选举年拄到更加严重的政治批评。对这件代志，北京暗算伫移民原籍国家推设新的庇护甲签证申请系统，导致移民大量流动。国土安全部长马约凯斯甲洪都拉斯的总统会面，讨论移民问题甲合作。公司新闻是会长编译。继续来关心罗西亚甲乌克兰的战事。乌克兰2日发射飞弹拍到罗西亚伫咧克里米亚半岛塞环堡的乌海舰队总部，因讲造成罗西亚包括高阶海军的指挥官在内有几啊10个人的伤亡。罗西亚指控讲西方是透过军事援助直接参与这场战争。有人翕到2日乌克兰飞弹射到克里米亚塞环堡的乌海舰队总部迄当阵的情形。现场庆祝乌军尾也就发生大火，对卫星空拍图的对照，会当看到目标地点受损正严重。乌克兰军方伫咧23发表声明，讲这边的攻击造成几60位俄军占领者死伤，也佫包括乌海舰队的高阶指挥官。俄罗斯国防部是讲有一位军人损失，尾也改讲是失踪。伫这份几个月，俄军的反攻直接锁定伫咧乌海的港口城市塞凡堡。顶礼拜讲，摧毁涵盖着克里米亚半岛的 S-400防空飞弹连。这几波的攻势，英国甲法国所提供的防暴暗夜巡弋飞弹是长程的攻击主力。美国总统拜登也同意提供乌克兰300公里射程的长程陆军战术飞弹系统。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是伫联合国大会批评西方直接参战。Можно это называть как угодно, но они воюют с нами, прямо воюют с нами. Мы называем это гибридной войной, но от этого дело не меняется. 虽然美国方面表示无想要甲同款是核武国家的俄罗斯直接对抗，不过拉夫罗夫讲，西方去年以来向乌克兰所提供的几60亿美金的军备，另外还有大量的情报支援甲军事顾问，指控西方力强伫咧实际上
正利用乌克兰人的双手甲身体来对抗俄罗斯，是真正的讲白贼的帝国。公司新闻是会中编辑。今仔日国际上还阁有啥物大代志？带各位乡亲咱做伙来看世界。法国总统马克龙宣布，结束甲西非国家拟一个军事合作，会甲伫咧非洲沙赫尼打击伊斯兰主义的叛乱分子1500个驻当地法军撤离，而且调回驻尼日的大使。根据路透社的报道，这个举动会影响法国伫咧沙赫尼地区的影响力。来关心美国总统拜登政府向太平洋岛国的领袖展现华府加强区域布局，对抗中国的决心。明仔会伫咧太平洋岛国论坛头一届正式承认库克群岛甲纽埃建立外交关系，也有答应新的基础建设的经费。来看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3甲访问中国，而且出席杭州亚运的南韩总理见面。习近平伫咧会中主动讲到访问南韩的代志，互看作是希望改善两国关系正面的信号。韩国当局嘛按算正式推动甲中国来协商。因为进口卵的争议，即马国产鸡卵的需求变大，所以为今仔日开始，鸡卵会起价起2块，也若产地介绍是起价45块半，而且中秋了后可能会阁起价。也若针对畜产会无提供完整进口卵的资料，台北市卫生局讲会以食安法来予伊处分。造成社会疑虑，中央需求会对此呢向社会大众致歉。专案进口鸡卵问题持续的议论，顶礼拜中央畜产会才向社会大众会示例，国讲产地标示错误，这个冷冻杀菌两节，并无留任市面上，会加强辅导业者。无想到畜产会和台北市政府要求提供两品流向，竟然讲要维护往来厂商的权益，无法度提供相关资料。台北市卫生局表示，会依照违反食安法来进行处罚。9号的时候，他回文他提供的比较详细，因为那时候是巴西蛋。22号的时候，他提供的就是这个农业部他官网的资料，说他有委托代工的话，那些代工的资料他都没有提供。台北市卫生局表示，畜产会21提出来的进口两品资料也是无完整，而且拢是农业部官方网站这公开资料。23个以维护厂商营业资料为理由，无提供资料。目前处分金额也搁伫讨论。因为最近进口卵的风波不断，致使本土卵需求量增加。台北市卵商工会理事长就表示，25开始卵价会起2块，产地价是43块半起到45块半，批发价是53块起到55块。这原来是这个月初3调悬3块了后，第2遍调悬。国内卵价搁重回今年3月的历史新高价。很多都人心都惶惶啊！你如果都用好的蛋。那1天的话，最起码差2000箱以上啊！我们台湾的蛋的话就不够卖啊，就缺口会越大啊，所以先涨2块。林天来表示，本土卵的需求量增加，不过生卵率也是无法度提升，而且进口卵无人买，也到国内卵价的生卵率无够的情况下，卵无够这个问题会愈来愈大。中秋过了后，恐惊会阁起，预定至少还阁会起10块。记者综合报道。联合国大会总辩论包括巴拉圭、瓜地马拉、诺鲁等等11个友邦，是拢表态甲咱台湾相挺，而且嘛有真侪国家对台海的和平稳定表示关心。It is long overdue for the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to be brought in from the diplomatic cold. Taiwan's quest for participation in relevant specialized agencies of the United Nations is reasonable and ought to be accommodated. 两个友邦沈文森替台湾抱不平，呼吁联合国接纳台湾。圣卢西亚总理共款伫咧演讲中呼吁台湾人民爱护自国权。图瓦卢总理是提出联合国宪章内面的包容原则，确保全世界所有人的参与，也包括台湾人民在内。The people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on Taiwan should be allowed the continued enjoyment of their right to self-determination and the exercise of their democratic freedoms without threats to their autonomy. We must make the necessary arrangement for Taiwan to meaningfully participate in relevant UN specialized agencies and mechanisms.
第78届联合国大会总辩论进行到第5天，两国友邦包括进行发言的诺鲁、瓜地马拉、巴拉圭等总共11个国家为台湾发声，立变顶一届纪录。更加有真侪国家关心台海和平稳定。不过，咱的友邦海地发言时阵并无讲到台湾，已经是连续2年无伫咧连台辩论讲到台湾。We urge for peace in that region of the world, as war would result in severe consequences for all of us. 台湾争取加入联合国的机会，不过中国也是继续打压。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伫咧接见访问中国的叙利亚总统阿塞德，并且签署战略伙伴关系联合声明。其中第1条就表示，承认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一部分，强调支持一中原则。咱外交部严正驳斥这种言论含糊不实，并且严厉谴责中国一再贬损台湾的主权，一个叙利亚支持中共的立场。记者综合报道。最近，中国伫咧福建大鼎湾的军事行动是引起大家关注。国防部24日公布，有侦查到中国军机、中国军舰，也有地面部队伫咧大鼎湾的演训，而且嘛有讲咱的空军 P-34反舰机备战的情形。有学者就讲，国军是咧展现一切咱拢有咧掌握，而且中共莫想要上空上芳，乌白行动。国防部24日公布，查到强机9台、强舰8隻伫台海周边活动，有2台第9反舰直升机伫东南甲西南空域出现，因为强军的动作真济。国防部嘛主动公布，透早查到强军机舰甲地面部队伫东山大鼎湾区域执行演训，于东山大城湾区域执行演训。国军运用联合情监侦手段，严密掌握台海周边海空域动态。世界应处。国军21日头一届讲到监控福建大鼎湾动态，学者分析，除了强机舰对台威胁，也有远程火箭甲火箭军部队，所以采用美军情报合作概念，同时也公开空军 P-34反舰机官兵伫暗暝警备执行舰备的作业状况。P-3C 的准备，还有机上人员的操作，这向国人呈现，我们可以有效的掌握共军的动态。那这样子的话，就可以。就是吓阻敌人，同时也可以安定民心。这个时阵，也军事媒记录到，早起有一台中共运9通信指挥机飞伫海峡中线西边 M503的航路，有短时间甲国泰航空 CX366的香港飞上海民航机位置顶塔关度无共，好亲像要闪过咱方的侦测。他会不会也是一些伪冒的行动？如果变成这是个案，如果变成常态，那将来都要很谨慎。因为武东山航线是南来北往。专家指出，较早以色列捌利用大型运输机阿豪军机飞行进行突击的行动，所以虽然这个是个案，国军也是袂使无注意，爱研究应对方案。记者综合报道。在地上大条，咱来看，即马诈骗集团的手路是百款。台中的警方伫咧网络顶巡逻的时阵，发现讲有诈骗集团利用社群网站放广告，讲只要看影片就会当赚大钱。有的人哄骗加入投资的群组，因先互受害者食一点仔甜，因在自备了后，佫继续讲大条的入去，将其买规碗是拢去互诈骗集团捧去。警方调查发现讲，目前已经有200多人受害啊。警方来到诈骗集团的出租套房，发现新闻为着要闪避查去，就安尼挂伫咧烽火航海的铁窗外口。先跨过去那边，哎，好，再进去。再进去嗨！警方拢总抓到6个人，另外嘛伫相关的诈骗机房起出大批的电脑主机、笔电等证物，相关利用社群平台来投放广告，打着一面看片，还佫会使一面趁钱，甚至一天会使接受5400外块的口号来吸引被害人。使用LINE假冒投资公司之客服人员，以诈骗的话术诱使被害人加入投资群组。被害人进行投资后，会以小额出金方式取得被害人信任。台中市刑大表示，这个以人性主向为首的集团，以话术来吸引被害人来加入投资的群组，一开始小额给力，不过后来雇主若被骗走，感觉投资的经验嘛血本无归，才发觉是诈骗。小孩子在滑啊，一定会东滑西滑的啊，东滑西滑的，不小心有趣的好玩的，或者是。有一点陷阱的议题的话，他们就会掉进去，就会看一下。网络影音太发达吧，所以他们有可能就容易会
去信这个，而且现在比较多是有点像冒用网红或者是 YouTuber 的身份去做剪辑产出的影片。那嫌犯必须要面临到2到3年的刑期，而且会返还被害人的损失。警方提醒，民众伫网络接触到保证盈利的广告时阵，或者是以各种的投诉的方式，拢要保持警觉，避免成为诈骗的受害者。记者台中综合报道。英国防摕来违法掠动物的铁虎，是已经禁止使用真侪年啊。不过最近伫宜兰的小大溪山区，发现有几只有人饲的动物伴，伫山顶卡去互铁虎夹断去，互当地住户看落是真唔甘。有动保人士就呼吁，公部门应该定期办理铁虎的联合稽查，互社会对这个议题更加重视。因那宜兰县府讲，会去现场了解，也规划相关的活动，希望莫阁有动物因为安尼来受伤啊。先用米陪看到，避免过度惊吓加伤人，才来救治。宜兰小大溪山区最近铁虎山猪条泛滥，造成当地不少住户饲的狗仔脚拢断去。这个还比较轻微哦。对呀。林松表家己饲的6只狗仔，都有2只互铁虎伤着，其中1只脚断去。伊讲，伫当地住户会当讲每一户所饲的狗仔，拢捌互铁虎还是山猪条危害。每一户都中啊。几乎每一户都中，是没有什么幸免的。铁虎已经禁用真侪年，根据宜兰县政府统计，专管接到狗仔猫仔因为铁虎受害的通报案件，去年有22件，今年到目前为止有6件。也毋过，这个铁虎要找到是啥人坑的真困难，源头卖的人更加是歹杜绝。有动保人士就呼吁公部门应该定期办理铁虎联合稽查，还是竞赛活动，让社会对这个议题更加重视。新北市政府结合动保团体。他们去做扩大进山的动作，我相信只要持之以恒，慢慢的，会让这群放捕兽夹跟山猪钓的人知道说这个议题有人在关注。那我们未来也会规划在这个我们相关的一个活动来做相关的一个宣导那希望民众能够来遵守我们相关的规定。国内目前只禁用铁虎，山猪条禁用也需要人自社会重视了后推动修法。县府表示，到小大溪现场了解，只要发现铁虎就会解排除，各插旗仔警告，未来也会规划办理相关活动，杜绝铁虎。记者综合报道。所来关心，伫高雄6区的山区，有饲蜂的农民发现讲，最近有台湾乌蝇会破坏因的蜂箱，偷摕偷食内底的蜜。专家表示，乌蝇最近这1年生团的情形有扩大。立法署嘛提醒民众，若是无细致拄着乌蝇，唔通去甲伊搅扰，嘛莫甲伊攻击。若是造成农业的损失，会当申请赔偿。另外，伫高雄的南仔溪嘛有出现高山仔，那这只高山仔是为倒位来的，也爱调查。画面内底大只的咸工，半暝出现伫山顶破坏蜂箱。林业保育署20接到饲蜂的农民通报，伫高雄6区的新开山区，有台湾乌蝇去遐找蜜要食。伊按自动翕相机了后，确实就翕到有乌蝇，甲几个蜂箱偷摕去。这嘛是台湾乌蝇生态服务技术方案推行了后，高雄头一个通报案件。用自动照相机的资料里面，我们发现它的繁殖率比过去明显增加。好，就是过去顶多生1只小熊，这一年的话带2只的、3只的，突然很明显的增加。实际去6区的山区，沿路饲蜂的袂少。专家认为讲，即马乌蝇族群生团，未来山区会更加接看到乌蝇出现。林业保育署嘛提醒，若发现乌蝇破坏作物，会当通报申请补偿。立即去通报的话，都可以获得奖励金。那如果财产或是农产品有损失的话，也能够获得补偿金。除了伫山区看到乌蝇，住伫寿山的台湾高山啊，日因嘛有人看到伫离寿山至少10公里远的南仔溪油厂，有高山啊走去人的店头偷摕卵，民众还阁去互要偷走的高山啊，行一个怎安尼跋跋倒。脱单的时候走过来的时候才会吓到啊，因为他刚好在这边啊，突然想说怎么会有一只猴子，吓死我了。会出现在这些社区或是比较远的地方，大部分都是雄猴。那雄猴呢，是因为台湾猕猴它是母系社会，本来就需要搬迁到比较远的地方去寻找新的猴群加入。专家表示，高山仔会因为族群迁徙的需求，离开原地生活的所在，不过嘛无排除是民众非法饲了后，甲等现杀或者是高山仔家己逃走出去的可能性。专家甲动保处提醒，若发现高山仔会当通报动保处来抓，唔通家己甲赶，避免发生冲突来受伤。
记者综合报道。地方上头，咱来看，这个月是国际失智症月。台南基美病院用非药物的方式来治疗失智症，因结合古早的元素办走唱的活动，让社会人有甲人交流的机会，促进因脑部的思考。有学者就认为讲，平常时的陪伴，还有激头脑，会当预防失智症。阿公阿嬷穿甲真显目，一个接一个咧行步，那行那甲大家挨杀住，大家欢头喜面，头插春仔花，向阵咧办喜事。预防甲延缓失智的方式百款，怀古治疗是其中一种。基美病院结合传统元素办走唱唱活动，许多人用心打扮，有的穿30当前做青眉衫，甚至有人甲假装穿出来。基美病院指出，用非药物治疗会使增加大脑功能的运作。对啊，万一讲还可以当穿这恤衫，这样的活动哦，对我们年长的人哦，真的很好。肌力训练啦，还有那个脑力训练啦，预防失智啦。利用咱一寡怀旧，或者老人会当出来唱歌来社区，会当互伊来回忆他的过去，促进伊的认知。少年帅经典歌曲，互人不止笑脸。三美曲走唱团带时代唱歌活动建骨，嘛教因预防失智的撇步。根据统计，台湾失智症人口超过30万人，到单搁咧增加。65岁以上，平均13个就有一个失智症。有学者认为，陪伴因动脑做研究有效来预防。另外，活动嘛等是因平常时课程画红仔，详细看搁用台文来注解。迄就是拢写台语的啦，有的拢。讲写迄个名词吼，去想伊过去的往事，伊就会甲咱安尼一句来一句去，就会当互伊脑筋会当一寡活动，伊嘛来遮就感觉有人陪伴。每当9月是国际失智症月，基美病院讲，调人甲失智症当作老化，煞无去看医生，因毋忙活动，互社区民众更加重视失智症的正确观念。记者李成武台南采访报道。教育馆头一届举办家己台语季。规划要60场的活动，除了推广台语以外，嘛甲在地文史团体合作举办走读的活动，希望让民众了解在地历史、建筑也个文化。张振通后来去嘉义市开医生馆、开诊所，伫嘉义市发展，所以伊带啥物人呢？柯世元，嘉义市的市长柯世元。行读的队伍伫溪口乡内底走访一寡有历史意义的所在，行读的过程拢是用台语小解，希望互参加的人除了学台语，嘛会当入捌地方的故事。虽然我对台语没有很认真，可是我就是尽量听，然后觉得很有趣。听迄个黄老师讲话啊，伊感觉伊真正是对咱溪口真用心，所以会使下溪口的历史啊，讲到做深的，搁做生活化。第实在是台语季的工作团队配合地方的文化工作者，伫嘉义县溪口乡的旧街啊，用故乡起行的主题举办行读活动，在地一寡老店看到有人愿意来了解溪口的历史，嘛拢真欢喜。你们有来，我们就有一个生气一点，活泼一点，比较不会老。较好啦，较互人咧出入啦，无咯。一寡少年的拢无伫厝里啊，拢全老的尔。咱这居民呢，看到遮侪少年呢外地入来，也真正欢喜，会感觉讲，办这个活动会当带动地方的欢迎。主办单位讲，第一届台语季计共有6个主题，将近60场的活动，有工作坊、地方行读讲座等等，全程拢是使用台语，希望互民众好好感受台语，认捌台语的水。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9月23是世界手机日，有一场真特别的演唱会，内底安排的歌曲毋但是有台语歌，也阁有 rap， 透过歌手甲手语表演者的合作，加上真有制造性设计的字幕，要互来参与的观众，无论听到啥款，拢会当做伙来享受音乐。过年人要回娘家，伊拢讲伊要娘回家，要互伊穿母节碰西衫。伊甘愿穿100块的路边单，路边摊就是迄个路米啊，咱就要尊重伊的口味哦。表演艺术家关耀林用伊的母语台语
透过家己写的歌，唱出对已经过身的老母的怀念。艺人廖晓彤为了要让听无的父母感受到音乐，发起诚心唱伫咧倒的计划。今年3月初3世界听日日办中央公益演唱会试验场，这边办所在国家大，设备也升级，用动隔音音响。和声波的震动更加明显，也配合歌曲的氛围设计礼物。是妈妈那时候跟我说，她的朋友也觉得说啊，我又听不到，我来演唱会干嘛？然后我就跟我妈说，就是要找他们来演唱会，要打破他们的印象。若是在戏港听无的朋友来看表演，也请因上台做伙表演。这首歌很慢，经过讨论发现歌也慢，但也要听不辛苦。便可我们2个要对句，看给他读他的款才可以。为了要让戏港听无的表演者吴雪文掌握tempo，陈龙伫咧表演时阵会用特别的身体动作来提示。还有一种较大胆的试验，就是用手舞来表演饶舌的歌曲。指定打击的第1首歌是我觉得我写过最难的1首歌，那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要这样折磨手语老师。谢谢大家，我是熊仔。用2种感官感受震动，还有听声音，这2个方式听到的再搭配字幕，好感动。甲对父母的爱，化作带听众者进入音乐世界的动力。廖晓彤的父母也以家己的查某囝为荣。记者综合报道。同款是世界手艺日的活动，文化部的新竹生活美学馆落实文化平权，透过 QR code， 听众人士就会当以行动导览的影片、手艺导览等等的方式，看到全手艺制作、解说展览的影片，会当感受资讯无障碍服务。听众艺术家表演趣味的行动剧。有听众朋友在现场帮大家画人像。过去听众朋友来到美术馆，因为耳孔听无的原因，常常拢无办法了解导览内容。即马透过手机啊，连面都有手机影片会当看，对因来讲确实帮助真大。现在有办这个手语导览活动，再加上呢有行动装置，用影片的方式呈现手语导览，对聋朋友非常好。为什么呢？我们的母语就是台湾手语，是用视觉来吸收。如果加上手语，借由视觉的方式，对我们吸收非常有帮助，等于就和听人用耳朵听到是一样的。新竹生活美学馆指出，文化平权是这几年非常重要的计划。透过无障碍服务，希望未来会当让全民拢有机会来体验多元文化。把我们台湾手语导入进去，希望说我们的聋人朋友以及其他所谓的银发族或者是我们的学生都能够透过影片来了解公会堂，那也能够了解手语的台湾手语的精神。除了行动导览影片服务，到11月前，各专手语导览活动，由手语老师带大家来联办新竹公会堂，做伙来体验学手语。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天气报你知，咱做伙来看今仔日各地温度。北部地区上低26度，上悬35度。东部地区上低25度，上悬33度；南部地区上低25度，上悬34度；
东部地区上低24度，上悬32度。咱来看外岛地区，26度至33度。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的早起新闻，我是丹妮。明仔载早起9点，咱再会。